同學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姓陸㗎，老師。陸，又係姓陸。係啊。陸乜嘢？屋企排第9。嗯。所以我叫陸九。哦，屋企排第。好，嚟啦，邊個地方㗎？東莞啊，東莞仔。哦。好識跨欄㗎我。東莞，識唔識唱歌啊？唱下咯，唱2句。好，我數3、2、1，你唱咯喎。好，3、2、1，唱。當你孤單，你會打飛機，你想不想找條女？ 你老味止唔住噶啦，你係嘛？叫都唔停噶啦。我以為好唔好聽啊？正常呢個歌，你老味又唱添濕。啊，生咩樣啊？正常樣。唔得。就隻眼就俾人打中咗，一大一細。哦，一大一細。係。然後咧？之後我隻手咧，因為太脆，俾人打斷咗，得1隻手。因為太串。但係隻腳有3隻腳。但係有3隻腳。係啊，中間嗰隻腳就特別大嘅，特別長嘅。哦。上帝折了你一隻手，總會給你多一條腿的，是吧？冇錯。中間嗰隻會大啲啊？係啊，長啲嘅，大啲嘅。冇錯。就咁啦，係嘛？冇錯，就係咁。啊，生得樣衰扣10分。咁啊，做咩工作㗎？做服務行業啊，幫人洗腳㗎。哦。因為東莞，所以叫莞式服務。有冇愛好啊？愛好啊？嗯。鍾意入下油咁樣咯。入，即係加油。係啊。同人哋加油，入油。同人哋加油，定係你自己？係加油。多謝 X 入油。我鍾意。92號汽油。一邊洗腳嗰陣時，一邊叫加油。工作還工作，愛好還愛好。哦，即係分開嘅。分開嘅。鍾意入92號，98號太貴入唔起啊。要92嘅，係嘛？冇錯。好，嚟啦！你有咩夢想啊，同學？想老師幫我入下92號汽油。老師又唔係加油妹，有乜可能幫你入到啊？冇問題㗎啦。你啊唔識入啊？入門92入門。落鳩去啊！越聽越唔對路啊！好嘢，你好嘢乜鳩啊？你好嘢，你東莞㗎？吓？你好嘢乜嘢？你好嘢！多謝春同學，你又想點啊你？夢想不值得一提，夢想扣10分。工作唔係好正經，工作扣10分。愛好唔正經扣10分，總體扣40分。同呢個東莞扣40分。好，同東莞扣40分。嚟下一位同學，扣1上。